各位姊妹，今日咧係第529條，問嘅就係咧，應該點樣先能夠達至咧心靈嘅純潔咧？嗱，咁相信咧，小人咧都係受呢個困擾噶啦，因為大家都係人嚟噶嘛，嚇都有一啲貪慾啦，有啲嘅情慾啦，嚇亦都知道有時會自己又跌倒嘅喎，嚇跌到又起翻身，起翻身又跌倒咁啦。但係咧，即係我哋要繼續即係呢個繼續先最緊要啊！唔好放棄，相信天主嘅恩寵咧，永遠大過我嘅罪，大過魔鬼嘅力量啊！於是咧，我哋信賴投奔佢，求佢係嘛，然後咧自己都出力，對呢啲錯亂嘅慾望要唔好放棄，繼續戰鬥到最後尾一口氣啊！即使咧一世係嘛，都係咁樣啊，冇所謂啊！仰賴天主嘅恩寵，我咧唔會絕望啊！雖然我會有時失望，但係唔會絕望。好啦，嗱，求貞潔嘅恩寵啦，點解啊？因為貞潔咧，使我哋咧有正直嘅心啦，心無異屬啦，即係咧我哋係另一個世嘅基督徒啊嘛，我哋應該完全屬於天主啊，慢慢咧將自己咧不斷地要重複呢一個嘅對天主嘅承諾，將自己交俾佢，唔好咧交俾呢個世界上咧任何呢啲嘅自己貪嘅嘢係嘛，情慾都係其中之一啦，係嘛？咁咧要有純正嘅意向，就係咧喺一切事上去尋求天主嘅旨意，而唔係自己嘅旨意嚇。呢個咧就係純正嘅意向啊，尋求咩完成天主嘅旨意啦，係嘛？嗱咁啊，仲要咧即係守好眼目嘅純潔啦，唔單止即係外邊睇嘅嘢要小心啦，之前都提過啦，避免一啲咧容易犯罪嘅機會係嘛？睇嗰啲物品啊，色情嘅物品啊，喂唔好啦，係嘛？等等。但係咧，裏邊都有喎，譬如你想像內在嘅眼目都要保持純潔嘅喎，尤其咧需要祈禱啊，積極地要用祈禱。嗱，祈禱咧，即係唔係淨係個人祈禱啊，仲有咧參與聖事啦、領聖體領聖體好緊要真係好實在、具體嘅，經過餅同埋酒咧，體會到咧呢個祝聖咗嘅就係耶穌嘅身體、耶穌嘅血、耶穌滋養我有力量面對呢一切係嘛？仲有修和聖事啦。修和聖事，我可以等低有一個神父咧代表呢個教會團體嚟到聆聽我、接納我，同我修好翻同天父嘅關係，哇，好緊要係嘛？仲有祈禱咧，我諗起咧奧斯定一段嘅話，佢話我以往咧認為咧節制情慾咧係出自我自己嘅力量，我自己咧唔認識到嘅力量，我以為就係呢啲力量，但我真係愚蠢啊！竟然唔知道咧，如果你唔賞賜，冇人能夠節制情慾。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同大家分享嘅聖經金句咧，今日就係呢句原來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貪慾、眼目的貪慾，以及人生的驕奢，都不是出於父，而是出於世界。若望一書第1章16節。